委食肉獸同海鮮控，由頭盤到甜品，總共14品，每一道都睇得出有心思。首先由一個前菜拼盤開始，當中個殼油漬三文魚頭軟骨海華昆布好特別，三文魚頭軟骨脆脆，跟住我嘅至愛三文魚嘅豐魚油之香同牛油果嘅 creamy 滑，旁邊仲有醋漬日本三色蔥，酸味味，即刻醒神。煙燻挪威三文魚有機沙律菜卷，煙燻過嘅三文魚味道非常濃郁，捲住新鮮爽脆嘅沙律菜，一啖一件，蛋白菠蘿慕斯鵝肝多士呢個組合真係充滿驚喜，入口即溶。個重油脂香氣真係好邪惡，下面塊多士烘得脆卜卜，微微嘅甜味同菠蘿嘅果酸，食完成件都唔會膩。呢個配搭真係好有心思。時令生蠔同海膽，隻生蠔好肥美，海水味好濃，口感好 creamy， 一啖速落去超滿足。而海膽嘅份量絕不手軟，鮮甜濃郁，完全冇嗰陣唔討好嘅腥味，品質相當好。白松露魚子醬蘭王溫泉蛋，用匙羹輕輕篤穿隻溫泉蛋，睇住金黃色嘅蛋漿湧出嚟嘅瞬間，真係好治癒，蛋香超級濃郁，配上鹹香嘅魚子醬，香氣撲鼻，每一啖都係奢華嘅享受。未食主菜已經覺得值回票價。鐵板海鮮兩品，包括慢煮鮑魚同日本元貝。